今節講二哥林頭6第2節，上帝嘅翻譯佢講，以下嘅時間都係合意嘅時間，係疼你嘅時間，以下嘅時間係也係救你嘅時間，係也係幫助你，係咪人有謙卑嘅心嚟求上帝，嚟相信佢，你得救，佢得到佢嘅幫助，你得到佢嘅合意。因為到以下嘅日子，上帝合意嘅日子，以下日子，上帝幫助自家日子，因為到咩呢？上帝錫自家人類，佢唔係自家得到痛苦，佢唔係自家得到滅亡，因為到佢係救自家嘅時間，就係以下嘅時間。嗱，còn自家還有機會時間呢啲，自家嚟接上帝嘅恩典，相信佢，自家時間嚟行到，有困難，有痛苦，有煩惱，冇路行。出頭路，佢講佢救你嘅時間，佢幫助你嘅時間，嚟到佢嘅面前，相信佢，求佢禱告，佢帶自家去得勝嘅路，佢救自家嘅生命。因為到世間呢一度都唔係容易嘅日子，自家要痛苦要煩，但係自家相信佢求佢，佢救自家，佢開路俾自家，俾佢聰明智慧，俾佢心中有平安，俾佢心中有甜，自家能夠對付一切社會裏面對付嘅，帶自家去勝利嘅路。阿門。